個個上晒位，相反我淨係識得大洗，作品唔夠大睇，個個搞晒個人 show， 我就只有踢步，人人期望可達到，只有我做唔到。所謂理想定夢想都只係想像，冇得理想就去搶，都唔係靠獎賞。有人諗緊彩數，我就度緊海報，日日坐喺台度黑數過海盜，唔係努力就有回報，你一定知道。就算覺得幾咁煎熬，都要為自己去驕傲。一日到黑揸住支筆，覺得機不可失。星期